各位朋友你好，好耐已經冇喺熒光幕上同大家見面啦。其實我心咧非常掛住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嘅。我呢排其實只不過係喺屋企匿埋練緊自己嗰個聲啦，同埋練氣，因為我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好快就要做啦。我當咗自己個機器，每一日都要完成咗我兩大嘅任務。第一個任務咧就係練聲，第二個任務咧就係游水。因為我覺得呢兩樣事一定要一齊進行，咁我先至係處於呢個最佳嘅狀態。講到85年嘅大計咧，其實有好多，不過太過零碎，冇辦法即刻講晒俾大家聽。咁除咗希望能夠好嚴謹咁選擇更好嘅劇本同埋監製更好嘅歌俾大家聽咧，我最希望能夠做得到嘅喺85年咧，就係能夠多啲為慈善方面努力。換句話講，即係希望我自己嘅力量咧，個工作方面咧，可以幫助到更多個人。呢個係我自己最大嘅心願。